你有迄种毕业证书，无代表着讲你就是名副其实。安尼啊，就代表你学历有够严，无代表安尼哦。安尼啊，无代表你的能力，无代表你的实力，这拢无代表。只是你挂一间大大的看板，较好听啦。安尼哦，较好听，无代表你有能力，无代表你有实力哦。所以，伊是真正拎迄个实力伫对吧？伫后壁遮，所以伊讲5万后壁第四代的写指伊有啥 ？IQ 智能的创造力 ，EQ 情绪的管理力，和 NQ 的道德执行力，和 AQ 的挫折的复原力。爱有了这4项，哦，这4项有力，才是真正的。啊，这4项第一就是咧讲智能的创造力，就是咧讲咱的智能，咱的智能当中关系着啥？关系着咱的判断，关系着咱的选择。就咱拄仔讲的，咱经论是要甲经论去表现的，还是要经营入去？但是努力一定爱努力入去，是努力表现。毋是要表现，要穿我做好，用我做好，带我做好，毋是要求问题，是要经营着咱内在的啥的心灵世界。当咱内在心灵世界家经营好了后，当相对的哦，相对当中咱就会当转识成智哦。安尼哦，咱就会当转识成智哦。所以今仔日伊来讲智能的创造力。你内在经营好当中，相对若安尼的话，咱咧做进退轻重的选择的时阵，咱会愈务实嘞，会哦，会愈务实哦，会愈慎重哦，会愈慎重，会愈务实哦。所以智能就是要互咱知影进退，知影分寸。知影好歹，知影轻重，知影善恶。智能就是要互咱安尼呢。所以咱足侪知识，毋过伫知识内底，真内底知识内底是爱以啥物做基础？以咱内在根做基础的。内在爱有根的呢，爱有德的呢。哦，所以咱咧听道理当中咧改变咱家己，就是以做人做基础。互咱的内在当中愈来愈会当改变，来求着外在的知识。若安尼的话，咱咧面对所有的工课的时阵，咱会用心的。所以做人通做事是话很靠得他，咱毋通认为讲咱修道人，我是修道书，有影无食素食，有咧修道无？有，道理有咧听无？有，搁做工课哩啦。安尼就毋对啊咧。安尼毋对哦，咱爱用迄个身份、真实、落实，一步一脚印来面对着咱的专业哦。哎呀，当咱若用落实、真实、落实好一步一脚印，认真设计、认真开发、认真经营的话，那安尼的话，咱内在是落实的。我趁倒来的利，搁会当用于啥？用于回馈社会、回馈教育的回馈倒位定的定。内在有德，外在有专业的。若安尼做事人做人，是毋是看无更好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来讲，智能创造力，这个智能就是讲智慧，就是咧讲智慧咯。来就是咧讲情绪的管理的能力，管理。咱一个人有智慧了后，咱今日相对咱叫做有情绪，咱就有理智。有理智啥？理智来管制着咱的情绪。安尼哦，一个足有能力的人、足专业的人，无代表着伊自我的控制能力就好，伊的自制能力就好。咱定要听一句话无？我人做无好着，我趁两去听着你，感觉听即句话？好人无代表着吼，伊即支嘴管理会好啦。
一个足好诶人，无代表着吼，伊情绪来诶时阵吼，即支喙管制就好啦，即支手就管制就好啦，即个行为就管制就好啦。所以重点毋是讲好人来歹人啊，毋是讲做好就无做好啦，重点是自我诶管制能力、情绪诶自控能力啦。咱是互情绪甲咱牵咧行，也是咱咧带较管理嘅情绪咧行，安尼嘛？哦，安尼个意思。所以甲人讲，你情绪爱管理，哦，啊，咱情绪管理了后当中，爱以啥物做路径？以和平执行。有制定了后，而且你情绪会晓管理，啊那爱安怎？以道德的执行力，爱做好出来无？爱。你看到应该爱做，你爱做，一定爱做。所有拢会当实现，绝对袂使实现；所有拢会当办，伊绝对袂使合办。所以袂使实现啦。所以道德是上介重要的，德是上介重要的。所有物件拢会使实现，德绝对袂使实现。所以咱会靠德做，咱会靠绝对袂使实现。所以靠要上无实现，就是啥？安尼哦，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我爱食肉的物件？重点伫个，重点就是因为我爱食。安尼哦，所以你阿妈棍顶面是意识咧作用，食落好食的阿妈棍顶面，下底是道在作用，背到阿妈棍以后拢在咧作用啊。你无不知无感，偌好的物件入到下底当中拢啊，有感觉无？放出迄落物件，你袂感觉讲哇，哦，我即个牛排5000块，迄个放出来即副话，我足简单的，感觉较无简单。所以你内底咱要控制咱的要的物件来安怎？来互咱内心会当产生啥？产生讲我对动物的一种辨识相处，迄个固定的，所以心会定内底扫。干啥？因为这个对咱人平常安尼哦，哦，所以讲有道德执行，啊后面个挫折的不言。咱诶一生当中就遇到挫折咧，毋过拄着挫折，咱袂使讲无我爱有效，我袂爱紧张啦，啊，对无？袂使安尼哦，袂使讲啊，我拄着挫折，安尼我无爱守信用啊。啊，这拢恁做得，拢恁办得好，我无爱啊。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实定。所以道德这个物件，你就是从这项物件当做世界主义，是你的感受和感觉当做世界主义，安尼就唔对。啊，有这个家庭我无爱过，我就过得，敢是安尼？不对呢。所以你内底是德来培养，所有拢会当是难免有挫折。有顺应，有情绪，毋过德的物件绝对要有，不能失。安尼，所以叫做挫折的不言理，不言理定大家都会。啊，毋过要会当互完愈完愈紧，遇到挫折要会当互完愈紧，相对的，我们要一种训练，训练什么？训练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毋过这个代志最重要。这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对我家庭足有帮助，对我囡仔足有帮助。毋过呢，我爱虽然讲我无时间，虽然我无兴趣，虽然我去遐限制足济，毋过我为着囡仔，为着家庭，我一定爱安尼。安尼哦，要训练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毋过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。咱来到遮济，有辛苦无？辛苦呢，辛苦真几步呢？哦，啊，道理去讲我听无啥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内底其实听道理有重要无？听道理是对咱人的一个人耐性足重要，训练咱人的用心和专心。用心和专心有重要无？有嘛？听道理来改变家己，互家己能力有重要无？有嘛？啊，毋过敢若勉强家己爱嘛，
因为我勉强我家己当中，我就会当互我用心，会晓学要怎用心，学要怎专心，学要怎明理，搁要互咱有智慧，搁要互我调整我家己。对我家己、对我的囡仔、对我的家庭，怎好？为虾米我还搁有想要来？安尼咧，所以咱要勉强咱家己，囡仔无爱去读册啦吼，是大人敢会勉强囡仔去读册会咧？会啦吼，为虾米？因为伊无读册。啊，虽然不喜欢，可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未来太重要。安尼讲要勉强，哎，这个就是咱愈勉强家己当中，安尼为迄个勉强家己，就是要塑造自己的能耐，耐，愈难愈会通去冲，愈难愈会通去受挫折。所以咱来到这培养咱的耐性，就是咧训练咱接受挫折的能力啦。安尼意思哦，而且因为后壁会问真济吼，我法度无要去想讲咧，时间的关系，哦，后壁大家讲如何用意志引领我心，叫做文字，哦，互咱的记忆。